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初2夜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武汉肺炎伫台湾病院内群聚感染，佫增加一个，是第34个查某囝。另外，喙癌对初5开始，大人一礼拜内会当买3袋，囡仔是5袋。南韩的感染者已经超过4300人，其中有一半是新天地教会成员。会长在下晡召开记者会，甲大众回实例。受疫情影响，餐旅业开始无生意。劳动部也公布上新的无薪假人数，目前已经有1604人。在台湾的病院内发生武汉肺炎群聚感染，佫增加到第6个咯，是第34个查某囝。伊最近拢唔捌出国，不过有来到病院照顾伊的妈妈几落摆，经过2摆采检才来确诊的。另外，国内喙癌对3月初5开始，大人一礼拜内会当买3袋，囡仔一礼拜内会当买5袋。国内武汉肺炎确诊病例佫增加一例，是进前确诊个案第34例50多岁妇人人因遭检。第34例伫咧2月14，因为血糖收低带院来治疗，一直到2八才确诊。这个期间包括一个清洁工，还佫有3个护理人员嘛小连续确诊。因为第41例，也就是34例遭检最近无愈有事，伊捌真侪届来病房陪伴伊妈妈，而且家照顾。结果采检第2届是阳性才确诊，毋过伊无任何不爽快症状。所以才互这件以来群聚感染人数增加到6个人。因为有到医院里面发病之后，到医院里面做照顾。好，那第一次采的时候一采是阴，好，但是我们还是不放心，所以做了2采，那2采是阳。因为国内第24例北部60多岁退休的妇人人家庭群聚感染已经结案，毋过感染源不明，所以来佫发生第34例院内群聚感染事件。有媒体质疑2案敢是有关联。对这件代志，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2个人确实住伫同一间病院，毋过2个人急诊时间还佫有住院区域拢无相顶他。2个都是有从急诊进入，那急诊时间是完全不同的哈。那他们住院的在完全不同栋的病房当中。另外，因应国内医用喙癌定用3年继续提升，预计这礼拜3年会当达到每一天平均820万例。所以，从这礼拜4 3月初5开始，是命这喙癌每一个人会当加买1个，也就是讲大人7天会当买3个，囡仔喙癌7天会当买5个。现在60台的新机呢，陆续在装机调教当中哦。那这个礼拜呢，应该平均可以达到820万片。累计国内武汉肺炎确诊个案的数量已经达到41例，有1个人死亡，有12个人解除隔离。为着因应未来可能会增加的社区个案，卫福部嘛规划扩大社区采检，预计1、2礼拜以来建立基站的部分，避免民众拢走去大病院采检。未来包括基站诊所、社区病院，拢会当家己去检验，检验场所会当达到200间左右。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对付武汉肺炎，病院甲防疫措施变更较严格。任何人若去到病院要看诊、领药啊，拢爱先过健保卡，确认你的旅游史。就像中基病院就公告讲，若是在14天内去过3级旅游警示国家，就暂时袂当来病院。病院也搁再强调讲，若是当得严重，会当去急诊，或者是一病门诊。进入医院的我们都是要过健保卡。台北中基病院门口，民众排队排真长，因为全台湾各大病院防疫佫升级，所有出入病院的人全部拢爱录健保卡，确认旅游史。我2点10分的，我很抱歉的，大家都是差不多开健保卡。可是前几天没有这样子。这是今天开始。因为看诊排队民众真是太济了，佮加上健保卡需要电脑连线，爱用真济时间，排队的人数真济，处理较久，引起部分民众不满。我90多岁了，我看病都优先都还要排队。入院进前爱先过健保卡，互真侪民众错一条。毋过其实中基病院已经伫咧官方网站公告，强调讲若是14天以来有中港澳、日本、韩国、泰国、新加坡、伊朗，也是意大利的旅游史，暂时想要来看病人或者是看病甲检查，不离个院方表示，这毋是歧视，是防疫分流。你去过这些疫区14天内，你身体不舒服，像发烧需要紧急手术的，那到急诊来，我们还是会有一些帮你做这些医疗。因为排队的人真正是伤济，药师工会表示，建议卫福部应该要求大病院主动通知定期要去病院来慢性病处方针的病人，尽量伫咧社区药局领药就好。民众，你可以鼓励他就近在社区要急救啊。如果把他婚有慢性病的先把它解除掉，医院那种大排长龙的状况就会改善了。
啊，毋过部分大病医表示，针对慢性病处方针领药的病人，会当透过 App 医用领药啊，嘛有设户外领药的专区，病人毋免入来病院内底当直接领。高医是针对中港澳返来台湾的人士，提供回国关怀门诊，而且扩大提供14天以内对韩国、意大利等等的国家返来台湾，无发烧或者是呼吸道症状的民众，户外看诊领药啊。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南韩，也已经超过4300人去治疗武汉肺炎，死亡人数也来到26人。有一半的感染者拢是新天地耶稣教会的成员。新天地总会长李万喜伫下晡也召开记者会，甲大众会实例。另外，首年的市长也要求检方爱用到谋杀定罪起诉新天地教会12个分会负责人。新天地耶稣教会总会长李万喜，初二伫金鸡岛嘉平的训练中心召开记者会。这位家己讲是耶稣派来使者，将伫末日审判时阵，带144000人进入天国。88岁教主两度伫媒体镜头前，向全国民众跪落来行礼会实礼，并且答应将全力配合政府，阻止病毒扩散。17제 대국의 코로나 강년 확산 방지를 위해 정부 당국에서 최선의 노력을 하였습니다. 그래서 우리도 적극적으로 협조하고 있습니다. 우리는 힘닿는 데까지 최선을 다해서 정부의 인적, 물적 지원을 아끼지 않겠습니다. 李万喜也公布，伊已经接受采检的结果是阴性。记者会场外也有反新天地的民众组织大声画眉。场内也有记者感觉说明无够，要求进一步回答问题。有记者追问伊敢是阴性，互李万喜身边的人士纠正，爱伊将焦点放伫新冠病毒有关的代志就好。 우리가 지금 현재 사실 많이 걱정하고 있는 것은 코로나 바이러스 사태로 인한 어떤 혐오감이나 증오감이 조장되는 사회 분위기입니다. 韩国是中国以外感染人数上侪国家，大区一名61岁感染者，顶个月初10出现症头，也佮前往当地至少4个教会参加礼拜，造成传染大扩散。 大区甲庆尚北道确诊病例数占全国8成，全国总感染人数5成以上，拢是新天地耶稣教会成员，引起社会大众的批评。伫外界极大压力之下，新天地才将超过26万人的教育名单交予当局，以便一一调查因敢有感染症头，也毋过名单又往后批评无完整、无准确。 솔직히 무섭죠. 이게 신정동에서도 지금 그 코로나 환자가 발생했다고 그러는데. 솔직히 신정도면 그냥 여기 제 집 근처고 제 이웃일 수도 있고 그냥 바로 옆에 다니던 사람일 수도 있는데 그 전염성이 굉장히 크니까 어떻게 될지도 모르겠고 밖에 나가기도 두렵고 그래서 잘 안 다니게 되는 것 같아요. 首尔市长朴元淳初一要求检方以涉嫌谋杀、伤害、违反防疫规定等罪名，起诉李万喜甲新天地教会12个分会负责人。韩国英文媒体《韩国时报》的报道，其金鸡岛水源市检察署正进行调查，李万喜甲病毒真正扩散的关联性。记者综合报道。 接落来，咱来看日本的疫情。那包括泉州公主号已经有967人来感染到，其中佫有12个人来死亡。日本对今仔开始，全高中以下是学校是停课到春假结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拍算要来修法。另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后个月拜访日本的行程确定会改一下。 武汉肺炎也去影响到餐旅业，台北就饭店无人客去用餐，业绩也落3成。KTV 的部分是缩短营业的时间。台北市劳工局表示 ，KTV 业者先驻店伫顶礼拜已经提出无薪假的申请。劳动部也公布上新的无薪假人数，目前已经有1604人。 用马火落去炒，意大利面配即个会咸的小龙虾火锅，看起来真好食款。啊，毋过毋是等消费者来，台北市有酒店营业疫情，民众减少来餐厅食饭，所以就杀新方案，用外送来送餐。 受到疫情影响，所以我们的餐厅定位下滑的部分大约是3成左右。但在购物外送我们推出之后呢，也有很多客人打电话来预定。
酒店改变做法，希望会当挺过旅宿业这个疫情影响的部分。不离个像讲 KTV 已经有业者伫遮减少营业工数，新住店伫咧延平北路的分店拜一门无开，外口打广告，剩拜四甲礼拜日有开店。台北市劳工局证实，新住店已经伫咧顶礼拜送件申请实施无薪假，超有400个人受到影响。员工一个月上无减少7天的工作时间。劳动部统计上新一期的通报，无薪假人数甲顶一期2月初比起来，一概增加735个人，目前累积1604人。那这40家里面，金属机电工业占了9家，然后其他类25家。这25家它的分布大概是餐饮它有3家，然后住宿是3家，然后批发零售是7家。用事业单位来算，实施无薪假总共40间，其中受到疫情影响的是25间，超有609个人。若是受到疫情影响的，还佫有劳动基金。去年全年总共投资赚4735亿，收益率是11.81%。毋过今年1月份邮政转户了312.8亿，收益率是-0.75%。不管是在全球或者在台湾这部分呢，其实在股票市场的部分反应是比较震荡激烈。但是呢，我们是认为啦，有纪律性的投资其实不妨在这个时候其实是一个低点，是可以去做逢低布局的一个好时机。劳动基金运用局表示，1月份比中贸易节较暂停，毋过疫情冲击到科技产业链，第一期的投资绩效受到市场的影响。不离个伫这个时机点会当布局，拄到低点就来买。今年的经济会有啥物款的变化？会阁继续来观察疫情，甲美中贸易战后续的发展。记者综合报道。面对武汉肺炎，人人拢是惊假，民众是唔敢出国，也若要退团，也佫有退钱的证据。乒乓协会伫1个月内就收到2000多件退钱的证据，到年底这款的案件所累积的金额可能会上百亿。另外，观光局的纾困方案是补助旅行业的员工去进修，所以引起业界反弹，方案会可能搁再调整。虽然国际疫情拖甲真严重，毋过假期机票饭店早就订好，有旅客也是决定按照原来计划出国。挣扎很久，对，然后只是说最后，因为我们到东京之后，我们原本要坐新干线啊，坐一些地铁，那我们这些行程都取消了，我们改成自驾。以团客来讲，确实旅游目的地毋是外交部发布红色警示地区或者是国家，促销行程无法度专业退钱。自由行的确实毋是国际航空无一定应改票或者是退票，产生未少纠纷。乒乓协会敢若是1月份就接到2000多件申诉案件，电话都在满线。那因为消费者他们有很多的问题是急切需要来处理，所以我们也同仁非常的一直就是在处理这客诉的这一方面。那申诉案件呢？因为通常消费者在第一线上在询问完之后呢，如果需要我们再进一步协调，就会书面进来。所以我们目前来讲，书面的进来的案件，一天大概有100-200件的申诉案件。乒乓协会表示，申诉案件上大就是对必要费用的认定，因为旅行社若大会机票饭店定金无法度提转来，会反映伫退钱比例顶悬。旅游业者表示，到6月底，全台差不多15万名团客取消，出国业者被航空公司没收的定金超过6亿，顶半年恐有超过500间旅行社挡袂了。航空公司不退费的一个情况下，延期又不知道延到什么时候，那消费者要求我们退费，就变成我们自己要自掏腰包把这个费用退给消费者。观光局公布纾困专案，呼吁业者唔通裁员，补助员工进修，遭到业者反弹，因为无可能无生理，还该发基本工资，互员工去上课。根据了解，经过协调了后，传出交通部倾向研究修改补助要点，以发予头家方向来调整。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的疫情爆发了后，医护人员有影是真正辛苦。所有风声讲有的店家拒绝医护人员来买物件，甚至是细厝，就连带囡仔去上课也爱互骗上。不过有的店家也真明理，认为因真辛苦，只要医护人员有做预防，拢欢迎随时来交关。为了要防止武汉肺炎疫情拖烧，第一线医护人员神经病案全力备战，也毋过却传出有医护人员的家庭技术被歧视。有园长就是反映说，有家长反映说，是不是他的小孩呢，先在家里隔离14天，再来学校上学这样子，然后希望他可以同意，然后他就问说，是因为护理师吗？因为护理师的身份，所以囡仔被要求自我隔离，互医护人员真艰苦。
不过类似的事件毋那是一件，之前有便当店拒绝外送到病院，业者出面回失礼并且捐款，甚至也有医护人员想要租厝，互厝头家知影伊的工课了后，取消看厝等各类型的事件。很多的护理人员都说，现在是逼得我们要直接离职是吗？自己又没有作奸犯科，那也是很认真、很用心的照顾病人，那为什么要遭受这样的对待？因为那个医护人员他们在第一防线也是非常辛苦啊，我们应该要奖励他们才对啊，怎么可以拒绝呢？将肉青菜全部包好准备卖。有自助餐业者认为，第一线医护人员工作辛苦，无应该拒绝送餐，也有外送人员无烦恼接到病人的订单，认为做好自身的防护才是第一优先。我们通常都要求顾客下来取餐就要不然医院也都进去也都不方便了，车厢里面也都有备口罩。假如说有外送的时候呢，我们是阻挡在外面接收外送的同仁下来。零星的个案那我相信现在整体的社会对医护人员还是持以相当的尊重。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随时可以向我们来举发。疫情指挥中心表示，若讲出现被歧视等状况，会当随时激发。整体社会大多数也是真友善，即马正是防疫关键期，医护人员伫第一线继续奋战，值得你我鼓励甲尊重。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要互中国人、中国配偶加所生囡仔，甲台湾人平平共款，会当使用健保，这个问题搁再引起着讨论。昔日前马英九做总统时期，用行政命令放宽中国人入健保的限制。伊罗明也认为讲，行政命令加健保法的保法是相搭的，也呼吁着爱检讨健保制度。行政院长苏贞昌也强调讲，健保绝对袂当倒。武汉肺炎疫情继续伫拖，嘛，互中国籍人士会当享受台湾健保资源的议题，搁一解启用注意。因为马政府时期放令中国人入保的限制，用行政命令的公告，提移亲或者是探亲出入境许可证的中国人士，会当当作是居留证明。另外，中国配偶伫咧前一段婚姻所生的囝儿，用探亲证居留满6个月，嘛会当入保。有立委甲罗一鸣认为讲，行政命令已经超过无法，应该透过司法定数重新来看健保。我还是觉得没道理啊！你让2300万人缴的东西，未来有可能扩张成14亿人可以用，那你们自己问问自己，你们愿意接受吗？用行政命令然后来扩大很多可能是中国籍的或者他们用依亲的方式取得健保的资格，居住在台湾地区的时间并没有超过183天，我觉得就不应该，也造成医疗人员增加医疗人的负担。根据全面健保法第9条，有领居留证明文件，而且居留满6个月，或者是伫咧台湾出世的红婴仔，才会当加入去台湾的全面健保。伊路边嘛建议，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籍人士，或者是长期住伫咧海外的台湾人，伫咧兼顾台湾医疗资源公平原则之下，应该登记健保法无法的规定，限制伫咧台湾住超过183天才会当入保。我们的健保绝对不能让它倒，要让它永久存续，就是不能有不合理的负担，必须要让国人同胞都能受到公平对待。面对要修法的声音，行政院长苏贞昌强调讲，健保是优先以公平甲永续2个原则。若是面对疫情的冲击，刚好政府拢采取直接发现金予人民。针对政府杀振兴券的效益，苏贞昌表示，振兴券要纾困嘛要振兴，刺激消费的部分会互民众甲点头有感觉，会做上好的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希望居家隔离或者是居家检疫的民众唔通拍拍走。双北市拢甲罚款提升到100万。新北市长侯友宜也讲，协助别人也爱负连带责任。另外，台北市也宣布讲，小巨蛋3月大型活动是全部取消，无就是爱延期。身体当咧欠安的郭文德市长，伊在面册也有发言，不过伊的发言也引起大家联想。有发烧或是那个呼吸道症状吗？你的症状是什么？就是很不舒服就对了。这是诺罗确定是诺罗有拉肚子吗？巴肚咧疼，台北市长郭文泰看起来身体无啥爽快，伊今日刚临时取消行程，但是初二早起照常开会，为了澄清伊得的毋是武汉肺炎，佮伫面册打出伊开会相片，强调是敢若感染到诺罗病毒，佮讲话佮是上大的报复。市长活着就是最好的报复是什么意思？伊要报复啥人？郭文泰无要回答，但是防疫的工作愈来愈紧张，市府决定小巨蛋3月份的大型活动，毋是取消，就是延期。如果确定的话，3月份的相关的大型活动，在小巨蛋的部分会
全部延期或取消。那但是有2场的是篮球赛。篮球赛每一场大概都不到100个人，公益档期还是会继续办理，但是大型的商演全部都在3月份的会取消，4月份的还要再讨论。高欢乐已经大爆发，新北市对需要伫厝内检疫还是伫厝内隔离的民众，祭出重罚。若是无伫厝内隔离的人，罚20万到100万；若是无伫厝内检疫的人，要罚10万到100万；若是违法的入租套房，互拍走的人大，新北市上悬罚业者80万，搁爱因停业。台北市是以几摆愈罚愈重，甚至断水断电。台北市到2月27已经罚69个人，但是开始重罚了后，搁无人搁互罚到。为着防堵疫情，新北市长侯友宜嘛讲重话。有一些故意或是隐匿、包容了居家检疫的逃跑者，我们当然连带的责任一定追究，严格处罚，毫不宽待。侯友宜视察新店用白石体，提早计划是为了避免大型的社区感染出现，提供医疗人员大的环境。若是出现大量的病患，会甲18联医清空，当作是应变病院来收治病患。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的大甲妈祖绕境因为武汉肺炎已经延期啊，不过大甲妈百年南巡第2月中就已经伫高雄绕境啊。今日下晡是去到凤山的港口朱济宫，高雄市长韩国瑜也去参香，不过伊无爱妈祖，也无致辞。大甲镇南宫妈祖百年首度南巡，下晡到凤山行政中心边的港口朱济宫，高雄市长韩国瑜挂翠安亲身出面接驾，仪表拜拜了后，佫行回市府办公。原本韩国瑜爱妈祖致辞仪式，受到疫情影响，全部拢取消。达到礼敬的作用为一个目标哈。那如果讲话的话呢，可能现场也会有其他的仪式。那么希望以现场的仪式以及礼敬妈祖，那么和敬平安为主轴哈。所以呢，后来就决定以参香为主。2月中开始，大甲妈伫高雄市凤山区76个里几乎示警，因为武汉肺炎疫情关系，群众聚集的所在，日常不时转票啊。上百位信众甲庙方人员也拢挂翠安，排队弄脚卡进前，也必须先喷大洗手。陈时中部长都强调说，这是一个小绕境哈。那么一方面呢，妈祖绕境是希望和敬平安，那我们也要兼顾呢现代防疫观念，尤其在抗疫的当下的一些防疫的观念，跟兼顾地方习俗的群众的感受哈。所以我们采取了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今年大甲妈祖示警已经确定延期，所以高雄市府强调，这摆大甲妈百年南巡只是小示警，规模甲大甲妈祖示警袂当比，兼顾地方风俗甲民众感受，加强宣导信众做好防疫准备。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去年9月份，有自在家己发生一阵烟墩的禽流感，有专家也讲是因为无甲烟墩列入去农委会家禽管理内面，可能会变做防疫的空棒。不过业者也表示讲，有想要立管，公所也有登记，不过退步登记却是无法度申请，也因为疫情的关系，颠倒头来甲因批评，实在是无公平。业者向一名防治所人员解释设备的清洁甲管理。该关溪口乡进前因为爆发烟豚禽流感事件，都因为烟豚并无列入农委会家禽管理，所以被讲是禽流感防疫的空棒。业者怨叹不公平。因为虽然我们没有列入那个家禽，我们这个他们也有把我们列册嘛，因为这嘛禽舍都已经固定了嘛，笼架都固定了嘛，你怎么去定？那如果你定的话，没有办法执行，变成空话嘛，也没有用啊。该关加调一名防治所指出，烟豚无列入家禽。防检局去年将烟豚列入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管理，要求地方政府进行主动监测。该机关也针对县内的烟豚养殖场，除了要求消毒防疫等工作，也会随时进行后港饲抓甲会议抽检。内县啊，自从在108年9月啊，就爆发这个鹌鹑的首例的高病原性的禽流感。那目前呢，就是我们中央会随机抽样的，让我们去做现场的主动监测。那目前我们嘉义县有饲养的有7场鹌鹑场，那有3场目前是列入我们在主动监测里面。无度落入家禽列管，有业者私下表示，以前到单一直争取，却因为禽流感的代志，才得到重视。也不过，有关到单也是连跳步场登记证拢无法度申请，只希望政府会当订定完善的配套措施，让这个产业会当继续发展落去。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上要紧，听歌说分明。武汉肺炎已经影响到全世界68个国家甲地区，一年也出现2个病例。美国第3月初1也出现第2个死亡病例，目前有89人受到感染。另外，伫欧洲上界严重的意大利，搁再增加573例12个人死亡，增加的速度是非常紧。其他国家出现头一个感染者，拢是去过意大利的人。印尼境内首度出现武汉肺炎病例，2位患者捌接触过日本籍的武汉肺炎患者。总统佐科维亲身宣布，佮强调超过100间病院负责隔离病房，以国际标准防疫。Virus corona ini berhubungan dengan 2 orang, seorang ibu yang umurnya 64 tahun dan putrinya yang berumur 31 tahun。美国已经进入紧急状态，华盛顿州正是全美第2件死亡病例出现。西雅图金樽健康部门表示，这是一名因为武汉肺炎断院的70岁老大人，3月初1不治。另外3名新增加病例拢是老大人，而且病情严重。这3人甲2月29全美第1例死亡50多岁男性病人，总共4个人，东北伫科克兰一间护理机构住过。另外，纽约州甲罗德岛州也出现第1例确诊病例，2名患者分别有伊朗甲意大利旅游史。因为疫情拓开，伫夏威夷檀香山大卖场有民众排队大量买卫生纸甲纸巾等生活用品。另外，欧洲疫情上严重的意大利，3月初1确诊人数已经超过1700人，24小时内确诊人数暴增50%，排伫中国甲南韩的后边。Il tempo di incubazione medio, come sapete, intorno a 4, 5, 6 giorni. Il tempo di incubazione massimo intorno ai 12-13 giorni prima di vedere。芬兰新增加2名确诊病例，一名退休男性甲一个学生囡仔，因拢捌甲一位有意大利米兰旅游史的女性近距离接触过。这名女性1月28确诊，即马有相关旅游史的病例，陆续伫其他国家出现。加勒比海岛国多米尼加出现第1位确诊病例，就是为意大利旅游回国。捷克也宣布境内首度出现确诊病例，1位去意大利乌丁内参加会议，另外2位是去意大利古西圣地旅游。法国目前确诊超过100例，各有人不幸死亡。有名旅游景点罗浮宫3月初1关起来，都要配合政府防疫政策，但是容纳超过5000人大型室内公共空间禁止开放。也阁因为也阁有300多名员工犯了疫情，投票支持休困。罗浮宫去年有960万人次参观，有3/4拢是外国游客。记者综合报道。受到武汉肺炎疫情影响，香港部分政府机关甲公务人员在今仔日也开始恢复上班，也改做是轮班，无就是弹性上班制。虽然中国解放军为了支援武汉的防疫工作，不过因也对外表示讲，军队目前无半个人感染到武汉肺炎。经伫香港避风塘经营超过40年的珍宝海鲜坊真受观光客欢迎，也阁捌是电影实行的取景地。不过为香港去年反送中运动观光客减少，加上即马武汉肺炎疫情影响，伫官方宣布3月初3起暂停营业1个月，一直到另外通知为止。The Jumbo Kingdom was established in October 1976 by Dr. Stanley Ho after 4 years and over 30 million Hong Kong dollars were spent to design and build it. 受疫情影响，香港部分政府机关甲公务人员3月初1起陆续恢复公共服务。大批公务人员早起返去办公室，对防护措施唔敢大意，有人改成輪班。因為始終都有啲工作要做嘅，咁喺屋企就唔係太方便，咁翻 office 就會方便啲咁樣。點做好自己？即係洗多啲手啊，戴口罩啊，用多啲搓手液啊。香港政府上緊這禮拜派包機接回留伫後辦香港人，暫定第一批包機至少450人，同時研究協助武漢以外緊急個案，親像有新嘅人甲考生。另外一名伫病院隔離嘅確診10部病人，不知烏白走出病院，還佫拋出家己翕嘅影片，被網友嚴厲批評病院也加強門禁管理。哎呀，難得出來，傷下子心。中國疫情嚴重，佮傳出有解放軍為着武漢肺炎嘅傳聞。國新辦初2記者會罕見由軍方人士出席，說明解放軍派出3批4000多名軍隊醫護人員去武漢駐守火神山病院等工作。不過強調軍隊目前醫院零感染。全軍醫護人員注重加強自身防護，目前呢保持零感染。軍方表示已經加強防控工作甲防控知識，控制外出減少集會，調整訓練，在保持零感染之下繼續訓練。記者綜合報道。
虽然土耳其甲边境拍开，互几落万名叙利亚移民前往欧洲，不过希腊却是大增加，对边境的管理变更较严格，也互移民对希腊警方牵石头。希腊警方也用催泪ga斯要驱离这寡移民。这阵真受气移民真无简单，伫咧土耳其开放边界了后，继续向欧洲来去。毋过来到甲希腊边境，看到围栏甲路炸掉咧，真受气转来弹石头攻击。希腊警察用催泪ga斯甲闪光弹甲因拍退，这已经是连续第2天双方发生冲突。这个查甫人伫咧土耳其甲希腊边界埃弗罗斯河面顶拼死伫受水，伊甲其他移民同款，伫咧边界一座无人岛面顶吊几暝，决定讲要来拼看卖，毋过落尾挡袂牢河水的温度伤低，敢若会当回头。另外有真侪人民的希腊莱斯沃斯小岛，这几年以来拢反对移民入来，且伊阁看到一只移民小船到位，毋但阻挡因落船，而且阁拍外国的记者。Çok şey zor durumdayız. Yani Türkiye'de yaşamak çok zor. Çalışmak zor çünkü kimlikimiz yok. 希腊总理米塔佐斯基会伫咧车衫去埃弗罗斯地区来视察。Την προσωρινή αναστολή για 1 μήνα από την ημέρα λήψης της παρούσας απόφασης της υποβολής αιτήσεων ασύλου. 希腊政府表示会全力阻挡非法移民入境。后面欧洲边境管理署表示，对欧洲甲土耳其边界的代志是高度警戒，已经派人支援。这寡移民是伫土耳其开边界了后，想要对希腊入去欧洲。希腊指控土耳其毋但放人，而且阁提供协助。安卡拉政府是不满欧洲国家甲新一波叙利亚难民的规矩，等候土耳其家己来应变。叙利亚政府军27半暝空袭西半部伊德利布省，造成土耳其军34个人死亡。总统埃尔多安伫咧当面紧急会议面顶宣布这项开门政策。土耳其2019年捌签署协议，为互移民经过土耳其来入境欧洲。2011年叙利亚内战发生到今，已经接受370万的叙利亚难民，造成真大负担。土耳其开边境的做法，嘛意思要甲新一波叙利亚难民危机的问题，等去互后面家己来解决。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湾有一个利用28年假去到以色列11个人旅行团，却因为去以色列航班当中出现一个武汉肺炎感染者，全部的人拢无法度入境，也拢爱全部回来。下晡5点半回来到台湾，入境检疫的时阵，有一个人出现呼吸道的症头，也随来送病院。班机入来到桃园机场了后，检疫人员随登机检疫，其中有一个查某团员，却因为呼吸道症头出现了后，也随甲送病院。另外10个人是无症状，不过已经发居家隔离通知书，由旅行社安排坐车送旅客回去厝进行隔离14天。讲到武汉肺炎疫情当日严重。总统府的内外，包括着总统的车、办公区域，逐日拢有人伫咧消毒，而且总统的健康也拢有医疗团队伫咧看顾，希望替国家带头的总统也着爱平安健康。进入总统府前，无论是员工还是宾客，拢需要先让体温加手的消毒工作。开放参观区域是有架设红外线温度监测仪。发言人表示，总统府内除了伫动线进行定期消毒，至于负责维安的特勤人员，也全面延后，也是取消出国旅游。那家属捌去过高风险地区，爱及时汇报。除了说那个民众参观的动线定期的这个消毒之外，那同时像我们电梯的所有的按键也有做贴膜的这种工作，那每天贴膜都会进行更换。未来整个疫情的威胁若有增加的这个情况下，那当然我们就人力的调度上面也会做好，包括人员的代理或者是考虑分区以及分组办公的方式。除了总统府内防疫工作，在户外活动方面，总统坐车也会逐工进行消毒。公开活动地区前，也先由随行人员在麦克上进行酒精消毒动作，以保总统健康安全。我要借这个机会，我要感谢全国所有的医护人员为了防疫的工作所付出的辛劳跟牺牲，指挥中心会全力协助医疗院所做好防疫准备的工作，也希望民众给予医护人员更大的支持。另外，总统府也宣布将暂停今年52097活动的筹备工作，那疫情后续要有疑虑。迄天将被举办大型活动，此外也将减少近期总统的公开行程，以防疫为第一优先。记者综合报道。真济大学是在今仔日开学，亲像台大学生人数是上介济，伫校园内面每一个教室拢拿准要来出入，对早起8点到下晡5点，拢爱进行泵体温的管理。
学校的面积真大，又搁是开放空间，开学啊，大正门甲边仔门拢无特别管制，啊，毋过较侪学生出入的官舍有管制动线甲出入口，逐工都透早8点到下晡5点，所有的人拢爱量体温。发烧或者是有明显的这个呼吸道症状的话，我们会请他戴上口罩就医。我是药学系的，然后我们的系馆就是就是有配酒精，然后出入好像也会有警卫帮你量体温这样。遐大针的数量有够，啊，毋过大学生要到32000人，用普通教室来举例，一天出入就要到5-6千人次。校方目前有3只红外线热相机，其中一只就摆伫这个学生出入真侪的所在。啊，若是东吴大学2个校区总共有5只热相机，从透早7点半开始，一直量到暗时8点半。光是全校测体温这件事情哈，我们就动员了全校教职员工440人轮班制度来完成这个工作。事实上，这对我们都是一个很沉重的一个负担。大学想要防疫是不简单，各学校拢唔敢放令。大考大讲，若是师生入来学校，若像有发烧，会先送去单独的宿舍来隔离。大是先联络保健中心了后，再个送病院。卡叔讲了后，500外的中港学学生解禁入来台湾，有居家检疫或者是隔离的需要，到时阵会经伫咧学校以外的所在来进行。这个校园之外，包含着台北市内外都有可能我们去寻觅相关的空间。大表示，照指挥中心的决策，若是老师甲学生确诊，相关实体课程会全部停落来；2个人以上确诊，这个校区所有的管辖，还有所有的实体课程嘛，拢会停落来。目前已经有做好原距离教学的准备。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买喙安爱欠的制度施行要1个月咯，所以有一个对菲律宾过来台湾的负责人，讲伊用居留证要去药房买喙安，却拢无人要买互伊，伊也认为讲伊家己受到歧视。药局这打开门，真侪民众都来排队买喙安。啊，毋过苗栗一个打过来台湾的菲律宾女性，照规定摕居留证要买喙安，但是连续走2间药房拢去互拒绝袂当买，因翁真不满，认为讲因太太去互歧视。你卖的人如果有问题，或者是这个政策会有什么瑕疵，或系统有什么问题，那导致很多外籍都买不到。像我遇到我这种情况，他就是买不到口罩，他1次2次买不到，他就再也不买了嘛。黄先生讲，药局拢讲袂晓操作电脑登录做理由，拒绝卖喙安互东南亚的外籍人士，啊，毋过去用指控的药局发办网，强调真正无歧视。因为我没做过，我如果操作它的话，可能要学一下，可能要20-20分钟。所以我请他先去别间。就这样而已，我们没有歧视他。高雄嘛出现外籍渔工无喙安通用的状况，尤其是境外渔工，因为无健保卡，真侪人嘛拢真烦恼武汉肺炎的疫情，啊，毋过就算想要买，嘛毋知要安怎买。Do you want to buy the mask by yourself? Yes, I want to buy. I don't know how to buy this mask. 境外移工这个区块因为他们没有健保卡以我们现在台湾政府这样的领口罩的这种制度，可能他们没办法领，因为他们没有健保卡所以可能要请渔业署还是相关单位用特别的方式来发给他们这样。高雄市海洋局表示，目前天伫咧高雄的远洋渔船甲境外渔工并无多。但是目前虽然已经拢是中央的管控，外籍渔工无喙安通用的问题，已经向主管机关渔业署来反映，希望中央会当赶紧提出统一的解决办法，才袂互防疫的部分出现浪芳。记者综合报道。世界网球球总会在今日宣布讲，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本地4月初1要开始的奥运最后6饼1的资格赛是迁到6月17才会开始。中华职棒今年的球季例行赛也是迁到3月28才要来开始。奥运6月初1的资格赛，将会4月初1伫台中甲云林如期举办。世界棒垒球总会顶礼拜视讯会议做出结论，嘛伫台湾时间初2中昼公布，会延到6月17至21来办理。国际奥会也同意，一定要在6月20几号前要完成所有预赛、资格赛。所以到6月以后，到底疫情怎么样？那当然就要看疫情的严重性到哪里。林宗贤讲，总会甲国际奥会讨论确认了后，才对外公布。负责组混赛的中华职业棒球表示，按顶礼拜领队会议结论，开幕的比赛延到3月28，进行到7月初5。6月初9开始会停赛2礼拜，假使疫情扩大，会考虑无观众比赛的可能性。我们还是需要让那个球可以打完因为这个完整的记录
啊，然后这个球员的生涯，还有很重要就是他都在家的时候完全没有任何娱乐。红外线热相机甲遐导针拢出动，若有发烧的情形，会先请观众到固定的空间隔离，看情形决定敢爱送病院检查。中职表示，例行赛会比照官方办的热身赛，不过目前针对敢爱挂喙罨这件代志，还阁无确定，会组成应变小组来讨论。目前我们是强烈建议戴了啊，我们一直在看，因为说法太多啊，有的说健康的人不要戴啊，留点口罩给这个医护人员，有的说现在已经社区感染了，所以健康的人也要戴。吴志勇强调，除非未来疫情严重，甲球员接触有问题，才有可能停赛，会以各队甲120场例行赛比了为目标，互联盟记录甲球员的比赛会当延续，嘛互球迷袂失去精神的寄托。记者综合报道。在香港最近有风声讲，有去治疗武汉肺炎的患者，因处理的狗仔也验到武汉肺炎病毒，大家也开始烦恼讲，恐怖敢会变做是传染源呢？咱农委会家畜卫生试验所表示讲，这着要经过详细研究才会当证明。抱过针狗仔猫仔一个小动作，即马却互真侪饲主有顾虑，因为香港近期传出一名确诊武汉肺炎的病人，所饲的狗仔对新型冠状病毒血栓测试是弱阳性反应，这互袂少的饲主烦恼。厝内恐怖敢是会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甚至进一步会喂着人。SARS 是在2003年开始发生的，到现在将近有17年之久。但是我们从看过去的文献跟现在从来没有一篇这样的报告出来，它的那个死亡率是比现在的要高哈。那以这样来看的话呢，我们是推测，这个几率大概也是就是基本上是非常不可能的。农委会也针对确诊个案所饲的宠物提出检验加照护原则，首先确认厝内的猫仔狗仔敢有发烧，还是呼吸道症头，采取居家隔离，监控猫仔狗仔健康。由在地动物防疫机关透过视讯还是通讯软体寻求协助，其中有发烧症头的猫仔狗仔会当联系平时看病的兽医，厝内宠物有感染的顾虑，才会出动警官采样。防检局也强调，宠物检验出弱阳性反应，无代表确定感染。另外，确诊病人要做好防范措施，保护出来宠物，就等于是保护家人。好，就是有点距离，那不要亲密喂食，不要亲亲嘴。那他该要洗澡，该要做这些时候，你记得戴个口罩。好，就这样子。农委会再三呼吁，保证并无宠物会感染，也是传播新型冠状病毒的证据，请民众唔通惊吓，搁较千万唔通放晒宠物。饲主只要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并且注意宠物的健康，就会盈利。记者综合报道。伫南投国西迄个所在，真侪人饲鹿仔，因也甲土地公伯号称做是鹿神，逐年拢会举办鹿神节。今年也因为武汉肺炎，甲祭典改对3月25去啊。目前全台湾水鹿仔差不多有6000多只，南投国姓乡南港村就占3000多只。同年2月到3月开始收成鹿茸，嘛是鹿神节闹热登场的季节。国姓乡南港村饲鹿仔历史已经有100多年啊。当年居民要去拜公庙无够钱，有一天有一只水鹿仔来甲庄仔内，居民甲鹿茸卖掉了后，装着起庙的钱。自迄当阵开始，居民世代拢靠饲水鹿仔为生，为着感念土地公对地方的保庇，甲拜公庙改起做五谷宫，嘛宝贝请是玉皇大帝，甲奉土地公做鹿神。所以逐年土地公生，南港村毋但甲土地公祝寿，饲鹿仔农民嘛庆祝鹿神圣诞。为着要尊敬咱的土地公吼，咱就甲迄个封这个鹿神吼，我带动地方的繁荣。大家有钱好赚吼，大家平安吼。所以咱今年的鹿神祭的活动，也是讲鹿跑，也是摸彩，甲公餐的部分主活动全部拢停止。祈求鹿神保佑大家平安。为着感谢鹿神保庇合境平安，庙方管委会邀请地方参加团拜。虽然今年鹿神节活动因为武汉肺炎缩小规模，鹿神节嘛原甲3月25举办，但是饲鹿仔农民共款用虔诚的心，感谢鹿神永过的保庇，嘛祈求来年会当顺遂。记者综合报道。
但是伫立春到春分这段期间，真侪农民拢会来捕稻啊，真侪在中部的农民也趁着天气较稳定的时阵，赶紧去捕田。众人上界期待的就是丰收好年冬。看铁牛啊一直咧芳，无闲甲稻啊捕落去田里。立春到春分这段时间，正是中华甲河美地区早冬稻的捕田期。农民趁天气还袂歹，开始犁田种植。咱目前啊吼，稻啊吼的成本啊吼，即摆就超布工啊吼，超700块。啊，咱黄啊片啊吼，目前38，啊就地炒的30块，炒的30片。啊，所以这几年啊吼，真芳工咯，现在啊拢炒真稳定。农民表示。虽讲今年黄仔的价少，布工和芳工的工钱和用过差无介济，不过因却拄到一个上大的问题。阮要买肥料，拢感觉较无好买，有当时拢会去买到人因咧老的啊，吼，定酷酷的迄。所以对阮来讲，这项的，咱讲，像阮来讲吼，像肥料啊吼，甚至讲，平常因这站大概若咧欠肥的时阵啊，看因有法度算讲加班落做较济咧。因为南部捕田期较早，所以换中部要种植的时，常常买无适合的肥料。农民希望政府会使倒处理买无好肥料的问题。另外，受到进口米的影响，最近这几冬台湾米的价少拢无介偌好。看天食饭的做事人也毋望今年稻仔有好收成，通卖一个好价少。记者综合报道。真侪人拢认为写品拢是复古的一部分，不过真有少年家啊设计用写做咱的生活用品，咱做伙来看卖。历史上真久以前，就用写来做餐具，后来嘛大量用伫咧庙宇的器具，亲像是香炉、蜡烛台、花杆仔等等。当时伫北中南各地嘛有专门拍写的家，其中佫以鹿港上济。黄生啊，当初嘛特别去鹿港向国宝级的写艺大师陈万玲学功夫。所以过去咱的写器对这个民间啊是很广泛的在使用，包括恁女孩子的嫁妆里面一定要有写器，吼。啊，所以迄个时阵咧做较无法方便，就是因为爱去招好送回收。陈万玲的后生，甚至即马连孙仔拢缀咧学写艺。毋过，陈万玲严格程度，嘛互后生陈志成拄开始学的时，心内会受伤。毋过，陈志成嘛讲，就是因为有严师才会出高徒。后来有接受了讲的啊，这嘛真趣味啊，啊，所以有产生个兴趣，才会一直才会决心甲阮爸爸安尼一直学来啊。其实家己人。我会想到讲，较早阮爸对我较歹的原因啦。啊，伊就较要求啊，啊，形成一寡人讲严师出高徒啦。是陈万能老师，他有几个儿子，然后他儿子都有在传承。那后来其实我们不是直接跟陈万能老师学，因为他自己就也是很忙，所以我们其实是跟他的儿子那个他在台中帮我们开了一个课，学生就除了我们以外还有其他人，对。但是我们比较特别，就是因为我们是要做自己的创作，所以我们除了基本的以外，我们还会做自己的东西。那做的话就来问老师。用一年的时间为台北去台中上课，学完了后，黄生仔嘛无好师傅绕开，用家己设计专业功夫，替写艺做出无同款的变化。记者杨淑成、林凤明采访报道。用爱情故事做主题韩剧《爱的迫降》，内面描写到南韩、北韩男主角甲女主角之间的差异，究竟是差偌济？咱也做伙来关心。 난 지금 북한에 와 있다. 어디 다친 데는 없어? 이정혁 씨는 참 좋은 사람이야. 갑자기 그런 생각이 들어요. 난 이정혁 씨가 행복했으면 좋겠어. 韩国在华千金因为加勒亚风下过8飞38度线，降落伫北韩军官的身躯顶面。这种下界恋爱伫现实根本无可能发生。这是一出最近伫南韩真情的戏剧，除了两个主角是真写人目。这出戏展现和大家记忆内底无同的北韩，也是互观众真痴迷的主要原因。 그 세트장 이런 것도 북한이랑 되게 비슷하더라고요. 그래서 와 진짜 북한이네 내 고향 같다 막 이런 생각이 들었어요. 这出戏内底的假使是真讲究，为着要做甲上好，工作人员也是真认真，甲大项物件拢生出来。 사실 북한에 있는 물건 다 구하기 힘들었는데요. 왜냐면 그냥 마트에 살 수 있는 게 아니니까 인터넷에서 살 수 없더라고요. 그나마 가장 힘들었던 게 핸드폰. 북한에 실제 쓰고 있는 지금 스마트 핸드폰, 평양이라든지 아리랑 이런 핸드폰이 구하기가
가장 힘들었고. 真侪受访问的脱离北韩的人士是真肯定这个作品，对北韩的社会风貌真用心的研究，而且展现出来。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指出，编剧朴智恩这摆邀请一个脱离北韩的电影工作者来指导和北韩相关的内容，和人物的设定。 저희가 이제 북한 하면 항상 굶주리고 힘들고 이런 모습만 보여줬잖아요. 하지만 북한도 사람 사는 곳이고 이렇게 없어도 이렇게 나누면서 살 줄 안다 이런 걸 보여줘서 전 그 드라마 너무 좋아해요. 진짜 거기서 촬영했었으면 재밌었겠다. 2016年向韩国投诚的前北韩驻英国公使太阳号嘛有看这出戏。太阳号目前是韩国上大的在野党自由韩国党候选人的身份，要参加韩国4月国会大选，是韩国上有名的脱离北韩的人士。伊伫报纸嘛有讲到，这出戏一定会传入北韩，而且受到真侪人的欢迎。记者综合报道。 南韩受到父权思想的影响，伫咧电视媒体也拢无查某主播。南韩的公共电视 KBS 也开始使用记者出身的查某主播来做因新闻的头条主播。 面对镜头做报新闻的摆练，南韩的公共电视台 KBS 开台已经58年，形象保守，但是这几年来看电视的人哪来哪少。KBS 决定打破传统，用南韩第一个女性做当家主播。 저 앵커가 여자야 남자야 이게 이제 궁금하시진 않고 이게 어색하시진 않을 것 같거든요. 그러니까 저도 그냥 제가 여기자라는 거를 가급적 잊어버리려고. 예. 저는 그냥 기자고 KBS의 앵커인 거지. 今年43岁 ，KBS 资深记者李昭正，对去年11月底开始做9点新闻的主播，收视率对9点6起到11%，打破南韩媒体业的性别刻板印象。 전통적으로 이제 우리나라에서 한국에서 뉴스 앵커라 그러면 굉장히 나이가 많고 연륜이 있는 남자 기자랑 옆에는 되게 꽃처럼 젊고 예쁜 여자 아나운서를 앉혀서 뉴스를 해왔잖아요. 南韩媒体业男女比例严重失衡，过去特间电视台当家主播拢是男性，负责报头条新闻，女性报软性也是地方新闻，而且年纪哪来哪济了后，就真少阁有机会会当报新闻。 南韩男女的薪水是差真济，女性的薪水敢若有男性的66%，而且真济女性为着要顾囡仔来放弃事业，也是选择无爱生囝。李昭正有一个6岁的后生，伊讲做当家女主播，互伊真有压力。不过伊会尽力做甲上好，希望会当证明女性嘛会当甲家庭甲事业同时顾较好，打破性别刻板印象。记者综合报道。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 北部地区对14度到25度，中部地区对16度到27度，南部地区对18度到30度，东部地区对16度到26度。 咱来看外岛地区，对11度到23度。感谢您收看今日夜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